员，还有我们的陈委员。秋冬季节也是流感到来的季节，真侪人拢会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感染。但目前伫6都当中，只有台南市无编列预算，予教师接种公费流感疫苗。对此，市员吕维应、沈振东13日特别召开记者会，为教师请命，希望由市府专业负担编列预算，予全市的教师注射流感疫苗。6都目前只有台南市并没有为老师来纳入公费流感疫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特别邀请卫生局，特别邀请教育局，希望可以来为我们的教师来争取可以纳入公费流感疫苗，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来帮我们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秋冬之际，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之下，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保护老师，才是保护孩子。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期待教育局能够如实如职，从速来赶紧来协助我们的老师在疫苗的部分，包括在健检的时候，顺便来去做一个疫苗的注射。希望卫生局跟教育局这边可以为老师编列预算，然后开始造册施打流感疫苗。那我们争取的是公费的流感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在秋冬这个季节，其实老师们在帮学生带他们去打疫苗的时候，其实老师本身也会陪同他们过去，在学校里面就做施打。那虽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是全程戴口罩，可是包含像刚刚我们新闻稿里面有写到，用餐的时候，或者是像科任老师他本身就会随班去到不同的班级去任教，所以我们在保护学生的同时，其实老师这个部分应该也要被同时保护到。对着明代甲教师工会请命，市府也做出正面的回应。针对于这样的诉求有可行性，是应该会把它纳入明年的施打，因为疫苗的购买很早，像今年10月要打的流感疫苗，在今年1、2月就已经定了，所以原则上是现在，如果你现在立刻要来增加今年的，原则上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流感疫苗是全世界都在一起购买的，所以这些4价疫苗，如果我们眼里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现在的预算的一个编列，在明年就可以把它编入我们施打的一个对象。针对这一块的部分，确实有在思考跟研议，就是说结合我们现在的职灾的一个巡回健检的部分，针对可能就是在40岁以上的老师的部分，有一些就是提供这个明年因为今年的疫苗部分已经就在年初做统计的，明年的部分这个方向是我们会去做处理的，也就是让40岁以上老师的部分先优先来施打疫苗。教师注射流感疫苗有资格以及年龄限制，凡是政府要让教师全面来做，就要家己吸收相关的预算。不过，为了强化校园师生健康防护，台南市政府自明年起将会提供市立学校以及幼儿园40岁以上教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共同守护师生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